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嘉樂叔叔啊！聖誕節快到啦，你哋準備好迎接主耶穌未啊？上次我哋講過，聖母領報係聖誕節故事嘅開始，跟住落嚟嘅故事，你哋仲記唔記得呢？我哋一齊再重溫下啦！喺伯利恆一個好凍嘅夜晚，天主嘅救恩計劃嚟到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時刻。聖母瑪利亞同若瑟因為人口普查要去伯利恆，但因為旅客太多，佢哋揾唔到地方住，只好留喺一個非常簡陋嘅馬槽。就係喺咁卑微嘅環境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誕生咗。聖母瑪利亞好溫柔咁抱住聖嬰耶穌，若瑟就喺旁邊守護。佢哋冇華麗嘅宮殿，冇世俗嘅榮耀，只有馬槽嘅簡樸同天主嘅光榮。嗰一刻，天主嘅聖言成為血肉，真真正正住喺我哋中間。田野入邊，牧羊人守夜嘅時候，突然見到天使出現。天使話：唔使驚，我帶嚟好消息。今日喺達美城有一位救主為你哋誕生。之後天軍齊聲讚美，天主在天受光榮，主愛嘅人在世享平安。牧羊人即刻走去馬槽，揾到聖嬰耶穌，充滿喜樂咁朝拜。冇幾耐之後，東方嘅賢士跟住一粒好特別嘅星星嚟到伯利恆，佢哋獻上黃金、乳香同沒藥，像指耶穌係君王，係天主，亦係為人類受苦嘅救主。呢啲禮物表達咗人類對天主嘅敬拜同信德。耶穌嘅誕生唔係喺權勢同財富入面，而係喺貧窮同謙卑之中。佢提醒我哋，天主嘅愛臨到每一個人，無論身份高低。佢就係厄馬奴爾，天主與我哋同在。親愛嘅小朋友，耶穌嘅誕生唔只係一個古老故事，仲係一個邀請。佢邀請我哋打開心門，等佢嘅光照亮我哋嘅學業、友情同家庭。真正嘅喜樂唔係嚟自物質，而係嚟自同基督相遇。等我哋效法牧羊人嘅單純，效法賢士嘅尋求，仲要效法聖母瑪利亞嘅信德。願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常常記得耶穌嘅誕生帶嚟嘅平安同希望，用愛去回應天主嘅恩寵。祝大家聖誕快樂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